聽住啦，兄弟，我做咗廿幾年傳統生意，由開鋪、揾貨、養人，到同地產商搏命，咩風浪未見過？但我今日想同你講句真心話，如果你仲係諗住用時間換錢，靠一買一賣賺差價，或者係每個月等公司出糧，你嗰啲唔係生意，你只係出賣命根嘅高級囚犯。尤其係你哋班打工仔，唔好以為每個月準時收嗰幾皮嘢就叫穩定。AI 一嚟，或者經濟一差，老細斬你嗰陣係唔會流眼淚嘅。你只係將你人生最精華嘅時間低價批發俾你老細去完成佢嘅夢想。好多人聽完會問：喂，老細，你講到咁勁，係咪即係嗰啲傳銷直銷、拉人頭揾親戚笨嗰啲啊？老友，醒下啦，我係做咗廿幾年生意嘅人。如果係嗰啲低端嘅拉人頭遊戲，我會同你喺度講，我哋做緊嘅係超連鎖 unfranchise， 係一套商業特許經營嘅數字版。傳統直銷係靠人頭去抽傭，冇人加入就冇錢，但超連鎖係靠業績管理。我哋唔係要拉人，我哋係要選拔合作伙伴，就好似開麥當勞咁，係有一套標準化嘅沙例運作。你可能會覺得聽落好宏大，但我點樣做到啊？我話你知，呢套系統之所以強大，係因為佢非常之執行到。第一，你唔使改變生活習慣，你只需要消費轉移。你原本都要買嘅洗頭水、沐浴露、維他命，原本係去超市買，錢俾晒地產商，依家你只係換個地方買，轉返嚟自己平台，將原本嘅開支變返做你嘅資產。呢個動作邊個做唔到？第二，我哋有一套標準化嘅教學系統。好多人創業失敗係因為冇人教，要自己摸索。但喺超連鎖，點樣啟動、點樣管理組織、點樣睇數據，全部都有晒課程同導師。你唔使自己發明個輪胎，你只需要跟住個輪胎轉。每星期抽10零個鐘，唔係叫你辭職做，而係利用你原本刷手機睇 Netflix 嘅費事，去起自己條水管。第三，管理工具數字化。你擁有一間全方位網購城，百佳、戴森各大名牌都係你嘅伙伴。你唔使囤貨，唔使送貨，唔使請人工，後台 IT 系統幫你計晒數。你係槓桿緊全球零售巨頭嘅物流同供應鏈，但你嘅風險係零。第四，互助機制。傳統生意係你死我活，下屬叻過你就跳槽。但喺呢度，我哋係垂直互助。點解？因為系統規定100%業績共享。我幫你即係幫緊我自己，所以我哋會將所有經驗、人脈、資源無私咁分享俾你。呢種共贏博弈係傳統商業界根本揾唔到嘅。我同你計下數。喺香港，你想每個月收7萬蚊租，起碼要7間沙田第一城，市值3000萬啊！3000萬負債，你就算有錢買，你都驚加息、驚維修、驚租客跳樓。但如果你跟住我哋呢套計劃，用2至3年搞好呢個超連鎖管理系統，收益一樣係7萬。我用零負債、零風險打你3000萬負債，呢啲就係降維打擊。我以前做生意，以為自己係老細，其實我係全公司最勤力嗰粒螺絲。如果你唔返工就冇糧出，你注定要工作到死嗰一日。你依家辛苦係因為你喺度抌石仔，而我係教你點樣收水管。順境揾出路，逆境先有退路。唔好等間鋪執，等被裁員，等老到冇人請先嚟諗。依家開始起自己條水管。你要做嘅唔係賣多2樽藥，係要架構一個屬於你嘅消費年金系統。好多人拉唔下面子，覺得我做開老細，點會做呢啲？我話你知，喺窮人面前講面子，係呢世人最窮嘅決定。專業人士嘅價值唔應該消耗喺重複嘅勞力輸出，奪回你嘅時間主權。呢件事唔係難唔難嘅問題，
而係你有冇勇氣承認你依家條路係死路。醒下啦，要做就做系統擁有人，唔好再做高級打工仔。我已經幫你試晒啲錯，條路已經鋪好晒，你只需要踏出第一步。我喺系統嘅終點等你。